您是否曾经想过，为什么许多肠胃即便饮食健康，每天勤快地散步，却依然会突然面临动脉阻塞的问题？事实上，动脉阻塞绝非一夜之间发生的，它是在岁月中无声无息地累积，潜伏了数年之久。而当大多数人开始察觉到呼吸急促、疲劳或胸闷等症状时，血管内部的损害往往已经造成了。但这里有一个令人惊讶的新发现，根据最新的研究显示，只要持之以恒地饮用一种简单的天然饮品，或许就能随着时间推移帮助您的动脉进行自我清理。请务必看到最后，因为在最后的部分，我将揭露大多数银发族常犯的一个单一错误。这个错误正在悄悄地阻塞您的动脉，而修正它只需短短几周就能让血流恢复顺畅。在我们正式开始之前，我想请问大家今年贵庚？您正从台湾的哪个城市收看这段内容？最近您的身体状况还好吗？欢迎在留言区与我们分享。现在让我们开始揭开动脉内部真实情况的神秘面纱。当您的医师谈论心脏问题时，他们通常会提到高胆固醇或高血压，但这些其实是症状，而非根本原因。真正的问题起源于更深层的地方，也就是动脉内壁。医学上称为血管内皮细胞 endothelium 的微观损伤。请想象您的动脉就像是一条条负责输送生命一样分到全身的弹性像胶水管，在每条水管内部都有一层薄薄的保护膜，负责保持血液流动顺畅。然而，随着时间流逝，诸如高糖饮食、慢性发炎、生活压力、吸烟，甚至是缺乏日晒等因素，都会开始磨损这层保护膜。一旦内皮细胞受损，您的身体就会将其视为一种伤口，并紧急调派胆固醇、钙质和蛋白质前往修补这个伤口，而这个修补层就变成了我们所谓的斑块 （plaque）。斑块起初是软的，就像牙膏一样潜伏在表面之下，但随着发炎反应持续，它会逐渐硬化，变得像水泥一样坚硬，进而导致动脉管径变窄。这会迫使您的心脏必须更费力的工作，导致血压升高，并增加血栓形成的风险。鉴于近乎90%的心肌梗塞都涉及血栓，这个过程正是许多场被在不知不觉中走向严重并发症的主因。要逆转这个恶性循环，关键在于一种微小但强大的分子——一氧化氮 （nitric oxide）。它常被称为人体天然的血管放松剂。当您年轻时，您的动脉会自然产生充足的一氧化氮，它负责发送信号，告诉动脉壁何时该放松，让血液自由流动并维持血压正常。但在年过60之后，体内的一氧化氮水平会急剧下降，有时甚至减少超过一半。缺乏了一氧化氮，您的动脉就会像老旧的橡皮筋一样变得僵硬，导致血压升高，微小的血栓也更容易形成。令人遗憾的是，大多数医师仅专注于降低胆固醇或使用抗凝血剂，却鲜少解决这个失踪的分子，而它才是动脉健康的真正基石。幸运的是，大自然赋予了我们简单的方法来提升它。适度的晒太阳有帮助，温和的运动有帮助，甚至改用鼻子呼吸也能增加一氧化氮的生成。人体的智慧远超乎大多数人的想象。即便斑块已经开始在动脉内形成，您的身体系统其实内建了一组清洁大队，旨在逆转这种堆积。这个过程称为胆固醇逆向转运 （reverse cholesterol transport，ECT）。您可以把阿尔斯特想象成体内的街道清扫系统。它的运作依赖一种被称为高密度脂蛋 （HDL） 类的胆固醇，也就是俗称的好的胆固醇 （HDL） 的职责是在血液中巡逻，收集动脉壁上多余的胆固醇，并将其运回肝脏进行回收或安全排出体外。
但问题来了，随着我们年龄增长，发炎反应、高糖摄取以及营养素缺乏，会大幅减缓这个清洁系统的效率，肝脏的功能变得不再那么高效和低了，水平下降，于是这些街道，也就是您的动脉被堵塞的时间就比应有的更长。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的胆固醇指数明明正常，却依然会发生动脉硬化的原因。问题的关键并不总是您体内有多少胆固醇，而在于您的身体是否能及时将其搬离动脉。特定的营养素可以唤醒这个清洁过程，其中最有效的一种是烟碱酸逆嗪，也就是维生素 B3， 它能促进 HDL 的生成，并帮助加速将胆固醇从动脉中拉出来，就像是为了这条道路增派了更多的清洁车辆。研究显示，即使是小剂量的烟碱酸，也能使 HDL 提升高达 30%， 并改善60岁以上长者的血液循环。此外，镁 Magnesium 也扮演出一个安静但至关重要的角色。它是告诉动脉何时该放松的矿物质。钙质负责发送信号，让肌肉收缩，而镁则负责相反的工作，它帮助肌肉放松并保持弹性。如果缺乏足够的镁，动脉就会僵硬，血压随之升高，钙质也可能开始沉积在动脉壁内，这就是硬化的开端。请记住，您的动脉是被肌肉组织包围的，它们随助钙而收缩，随助镁而放松。因此，如果您曾感觉血压似乎不受控制，问题可能不在您的心脏，而在于您体内的镁含量。这里还有另一个隐藏的敌人，不是脂肪，而是糖。当银发族频繁食用精致碳水化合物或甜食时，血糖会飙升。由于高浓度的糖分具有毒性，身体会释放胰岛素来将其从血液中清除。但在这样运作了几十年后，胰脏变得过度操劳，胰岛素也逐渐失去效力。这时，糖分便开始像铁锈一样腐蚀您的血管内壁，就像老旧水管内的锈蚀一般。您的身体为了因应这种损伤，会输送胆固醇和钙去修补，进而形成斑块。这就是为什么即使是不常吃油腻食物的人，动脉依然可能阻塞的原因。罪魁祸首往往不是奶油，而是面包、汽水和各类糕点。减少精致碳水化合物的摄取，并专注于原型食物，能让您的动脉获得喘息的机会。事实上，低碳或减糖饮食能在短短2周内降低高达 40% 的肝脏脂肪，这能直接改善血流，并促进一氧化氮的生成。另外，有2种常被忽视的营养素：维生素 K 和多酚 polyphenols， 它们就像是卫兵一样，负责控制钙质和发炎反应。维生素 K 负责指挥钙质的去向，引导它们进入骨骼和牙齿，而不是进入您的动脉。若缺乏足够的 K 钙质，就会堆积在软组织中，将原本有弹性的动脉变成脆弱的硬骨。另一方面，多酚是存在于莓果茶和某些天然饮品中的强大植物化合物，它们负责保护内皮层，也就是控制血流的那层动脉内膜。您可以将多酚视为保持动脉内部光滑并抵抗损伤的盾牌。既然您已经了解动脉损伤是如何开始的，让我们来谈谈大自然最神奇的解决方案之一——一种由生可粉、绕豆与茶烤泡的制成的简单天然饮品。请注意，这与经过高度加工和烘焙的普通可可粉 cocoa 不同。生可可来自未经精炼的豆子，
保留了最纯粹的形式，蕴含天然的抗氧化剂、矿物质和黄烷醇 （flavonoids）。这些黄烷醇是特殊的植物化合物，对您的动脉而言就像良药。为什么生可可的效果这么好？因为这些黄烷醇能直接刺激体内的一种酶，进而帮助生成一氧化氮。那个能放松并扩张血管的分子。换句话说，生可可实际上是在教导您的动脉如何再次敞开。当这种情况发生时，血压会自然下降，循环获得改善，氧气输送量也会增加。这简直就像是在杯子里进行轻度运动一样。事实上，研究人员发现，摄取一份生可可所引起的血管舒张或动脉扩张效果，相当于进行了一次中等强度的运动。而且这些效果并非暂时的，只要持之以恒，生可可将帮助您的动脉记住如何自行保持氮气。现在让我告诉您如何在家轻松制作这款饮品。首先，取1茶匙有机生可可粉，加入1杯温水中搅拌均匀，直到完全溶解。切记，水温非常重要，请使用温水而非滚烫的热水，因为高温会破坏生可可中的某些天然化合物。您可以直接饮用原味，或是如果需要的话，加入少量的天然甜味剂，如甜菊糖 （stevia） 或蜂蜜 （stevia）。请务必避免使用精制白糖，因为它会抵消您试图获得的健康益处。为了获得更好的效果，您可以加入1小撮海盐或镁粉，这有助于进一步放松动脉。有些人喜欢加入少许无糖杏仁奶来增添风味。如果你有喝咖啡的习惯，请确保在喝咖啡的前后至少间隔2小时再饮用生可可，因为咖啡因会轻微收缩血管，可能会降低一氧化氮的全面功效。如果您想将效果提升到一个新的层次，还有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添加成分，能让效果更加强大，那就是甜菜根粉 （beetroot powder）。甜菜根粉与生可可是绝配，因为它含有天然的硝酸盐，您的身体可以直接将其转化为一氧化氮。生可可负责刺激身体产生一氧化氮，而甜菜根则负责提供原料。当两者结合时，就像是给您的动脉打了双剂强心针，一个发号施令要求血管摘，另一个提供燃料来执行命令。要制作这种组合，只需在您的生可可饮品中加入半茶匙的甜菜根粉，充分搅拌后，每天饮用1次。最理想的饮用时间是早晨空腹时或是饭后2小时。持续饮用1-2周后，您可能会注意到手脚变得比较温暖，精力更稳定，甚至思绪变得更清晰。这都是血液循环正在改善，身体急需氧气的部位获得了满足的迹象。这款饮品之所以如此卓越，在于研究数据的一致支持。在一项临床研究中，年龄介于50至80岁的成年人每天饮用1份高黄烷醇的可，仅2周后，动脉氮性就出现了显著的改善，他们的血管功能仿佛年轻了20-30岁。其他研究也观察到，规律饮用生可可的人，流向心脏和大脑的血流更好，血压更低，甚至认知功能也更敏锐。这是因为健康的动脉不仅保护您的心脏，还滋养住您的大脑、皮肤、肌肉以及每一个器官。当循环改善时，您体内的每一个细胞都会运作得更好。但生可可真正的力量在于其类肌效应。您饮用的时间越长，您的动脉反应就越灵敏。这几乎就像是在重新训练您的血管，让他们记住如何保持开放和弹性。这意味着，虽然单喝1杯就能帮助您今天的循环，但持之以恒的使用则能帮助您的
动脉粥复一周地重建韧性。随着时间推移，您可以期待什么呢？在第一周内，许多常辈会注意到精力稍微变好，手脚也变暖了，这是循环正在改善的迹象。2到3周后，您可能会感到血压更稳定，呼吸更顺畅，早晨起床时的僵硬感减少。到了4到6周，这些改善往往会加成，血流变得更顺畅，像爬楼梯或走更远的路这类活动开始变得轻松许多。当然，每个人的体质都不同，年龄、药物和现有的健康状况都会产生影响，但我们的目标是持之以恒，而非追求完美。每天实践一个简单的健康习惯，远比几十种暂时性的补救措施对心脏更有益。您的动脉是可以修复的，但它们需要时间、耐心和滋养。这不是要您依次做完所有的事情，而是关于每天做正确的事。一杯这种天然饮品能给予您的心脏多年来所缺失的东西：更好的血流、更强健的血管壁，以及输送到全身细胞的更多氧气。在此必须提供医疗免责声明，在您开始这项或任何新的健康养生法之前，请记住这一点：每个人的身体和病史都是独一无二的。本影片内容仅供资讯参考与教育用途，并非医疗建议。在改变您的饮食、补充剂或药物之前，请务必咨询您的医师或医疗护理人员，特别是如果您患有心脏病、糖尿病或肾脏问题等宿疾。快速回顾一下我们今天探讨的内容。我们首先确认了动脉阻塞的真正根源——血管内皮细胞损伤，以及它如何引发炎、僵硬和斑块堆。接着我们了解了帮助动脉自然修复的关键营养素：镁能放松和保护动脉肌肉，烟碱酸、维生素 3和 RGD 类能将胆固醇拉回肝脏，维生素 K 和多酚则能将钙质留在骨骼中，远离动脉。最后，我们介绍了由生可可粉制成的天然饮品，以及为了获得更好效果可选用的甜菜根粉。它们共同作用能提升一氧化氮，改善循环，并帮助您的动脉一杯接一杯地恢复年轻的弹性。如果今天的分享只有一件事值得您铭记，那就是您的动脉并非无法修复。即便年过60，只要给予正确的工具，您的身体依然懂得如何自我疗愈。就从每天一杯这种天然生可可饮品开始，并配合均衡的饮食、适度的活动和良好的睡眠。随着时间推移，这些小小的行动将能换来更强健的心脏、更好的循环以及更清晰的思绪。现在我很想听听您的想法，您觉得今天的内容如何？您打算尝试这款饮品吗？欢迎在下方留言让我知道。如果您觉得这段资讯对您有帮助，请按赞支持，订阅我们的频道，并分享给更多关心健康的朋友。请记住，微小而持续的行动能创造长久的健康。祝福大家拥有一颗更强健的心脏，以及未来更健康的岁月。